蘇永康。好靚好 sexy， 大家好。我約咗好耐先至約到阿公上嚟喎。係啦，估唔到2009年第一劑就係。哇！真係喎，3個月啦約咗。真係有啦！演唱會嗰陣時話想請你上嚟，跟住到出唱片，跟住你又去咗周圍宣傳你張蘇華星，係咯，做國語唱片同埋做國語嘅演出咁樣。係咯，跟住我真係3個月之後先見到阿公上到嚟呢度喎。我終於都見到啦。係啊，終於都見到啦。喂，有冇講過同埋解釋過點解叫阿公㗎？我想問。我知唔知邊個講出嚟喎？佢叫阿公㗎喎，跟住阿公啊，我好多個叫阿公啊呢啲嘢。哦，事源係咁嘅，就係多年前咧有部電影叫做《龍年》，係專龍演出嘅 John Long 啊，即係部幾侮辱華人嘅電影嚟嘅，黑幫電影嚟嘅。即係啲香港中國人就係壞人，啲壞人就係 Mafia 佢呢個。香港就係唐人街咁嘅樣嘅，冇錯啦，成成個香港亂世係咁講。你知嘅講 New York 嘅，咁佢裏邊咧就有一個角色叫做阿公，咁佢一個講嘢就好好笑嘅。咁當年咧，我哋同埋草蜢阿蘇志威啦、我啦，同埋阿細、阿志啦咁樣，就成日睇到温習呢部電影，成日喺度笑嘅。咁笑笑下就笑到我哋扮嗰啲扮得好似，咁所以佢哋開始叫做阿公。哦，咁開始叫下就 split 開咗啦，split 到最頂點出現，我發現出現咗問題就係，連阿妹姐都嗌我公，我話嗱唔掂，真係唔掂，個個嗌都得，你唔嗌得咁，但係一發不可收拾。哦，明白，因為好似今年先至叫咁樣，好奇怪。我就係心諗係咪，因為原來已經6年冇出過呢個廣東碟㗎啦嘛。咁我心諗係咪要有一個全新嘅感覺俾人，跟住我幾個親切啲啊，係啊，推崇下呢個花名啦，即係跟住突然間劉德華有人個都不如叫劉華啦，好，不如叫劉華，你叫劉德華即係你唔熟啦同佢，即係咁樣。今年開始零阿仔都唔夠拎清啊！係啊，08年佢開始叫蘇永康做阿公，即係有權。相信佢下一張碟係會叫阿公就咁，即係阿側田咪有一隻碟叫阿田啊嘛，即係咁樣。我考慮喎。可以諗諗諗，因為眼鏡都玩咗好多次啦，眼鏡玩㗎，繼續玩落去。繼續玩眼鏡，繼續玩落去。今日冇眼鏡喎，擺咗喺樹度。點都要話我哋已經係黑超特警啦。哦，即係我哋09年嗰個預言，黑超再次會復甦呢個預言應該會中。咁多年嚟，除咗紅白冇乜人戴眼鏡，因為國營電視台啊嘛，即係你中央電視台都唔可以戴黑眼鏡㗎。哦，真唔知喎。係啊，國營電視台唔得嘅，日本好似話，即係所以你變咗嗰啲以前啲 X Japan 嗰啲，即係唔理你個頭染到鬼五馬六都好啦，唔準戴眼鏡。係你個頭唔可以戴某一類型，即係好似好唔尊重咁樣嘅戴嘅黑超鏡係唔得嘅。哦，其他嘅 cable 電視台得，文書嚟咁樣。哇！咁嗰陣時嘅留意大唔可以去日本發展嘅咯喎，咁。唔知呢啲你問下謝超榮求證下先得。喂，大家係咪會一見到阿公就要着得整齊啲？我見到今日都着，呢件就係你排隊翻嚟啊！呢啲就係咩嚟？梗係知啦。你都係玩嘅，幾時3至10年前問呢個乜嘢？搞錯啊！我有你買啊。咧冇上邊咧？冇啊。誒冇上邊啊！我女朋友買完之後買病翻出嚟添啊！即係一炒，唔係啊，因為佢買佢一攬拎住翻嚟，鬼整唔啱着。哦，咁所以就係啦。咁但係拎翻公司防蚊劑又冇晒啦。哦，通常都係㗎啦。係咪好緊張啊？你因為訪問阿蘇永康，所以你出翻嚟。佢呢個未着啲啊，佢應該未着過喎。我09年要着靚啲啊，因為。你話啱冇啊，冇諗過呢樣嘢。但係尋日先係第一日喎，而家。係啊。你今日着好咗啊。哦，尋日真係咁我哋嘅睇法就我仲詢問緊佢兩個，你睇即係邊個係邊個有事？跟住我答案你唔想你邊個，因為佢成個節目都唔會講嘢。今日已經係經典嚟㗎，經典啊！一開始15分已經開始講到嘢嚇。咁阿公其實08年就推出闊別6年嘅呢個廣東碟啦。兩劑啊，國語碟都做埋。啊，係喎，國語碟又出咗啦。係啊，大雞兩味啊，真係。係咯，喂，一次過2張碟喎，係咪？想唔想等多6年咧？又呢個唔會係嘛？你係咪已經開始 planning 09年嘅嘢㗎啦？有。亞視嘅電視劇幾時出現啊？我尋晚喺另外一個即係出咗完績之後，去咗第二個場合之後，見到啊 TVB 何麗全生英文啊。你停止出咧？我出嚟參加過嚟咧。好㗎，即係咁樣啦。唔係，事緣係拍咗一套電視劇，但係就係咪亞視就唔知咁樣。唔係佢當其時佢拍我係一嚟我係知俾我以
即係合作伙伴啊嘅戲啦。咁我哋冇辦法控制佢俾邊度播，係啦，俾機會播得㗎嘛，俾啱播得㗎嘛。咁佢就買俾亞視咁樣，所以造成有部分嘅少少尷尬嘅公司。呢個尷尬好尷尬。但係會翻去 TVB 拍嘅我又即係其實最大嘅考慮咧，即係好不容易咁翻嚟嘅音樂院，即係唱下啲歌真啊！呢個熱水講下先啦，你係歌手呢個崗位係啊，但係排除嘅大家知道啲咧，有個劇本又好嘅，通靈拍咩？好不容易咩？好容易㗎，你真係嗰度係邊個天神突然間一粒測咁拗都拗幾年啦。因為其實我哋嗰陣時聽差唔多3年前話 Paco 啊嚟緊8年，數唔係你嗰陣時講好多嘢嗰時05年嗰時05年講，嚟緊05年，跟住嚟緊06，跟住嚟緊07。你都講一次。嚇咁但係咁佢始終講啦，咁大家始終都係要做啦。係佢突然間咁佢邊一日話喂出啦廣東碟同埋國語碟要？唔係，其實一路就前幾年都發展咗內地嘅市場嘅，做咗咁一路都覺得，但如果係 come back 嘅話，係咪即係要翻嚟係咪揾一個比較大啲嘅空間、大啲嘅市場去處理咁樣？咁就諗緊國語。咁其實今年出咗嘅國語碟都幾經波折嘅事情，因為我06年已經錄緊，諗住07年出㗎啦。咁06年尾我哋又翻咗內地拍戲，咁我嗰陣時個舊老闆即係帶我入國語市場嗰個舊老闆啦，即係要呢件事啲嘅大家明。咁佢哋我記得9月名我講佢話你要出嚟，今年12月31號出。我話點解？咁得唔使講點解我明，即係佢走咯。咁07年1月1號走咗啦。咁嗰隻碟就放咗喺度。係啦，點算啊？咁擺喺度。咁跟住咁就等咯，喺度等。咁我而家都聽緊會有其他工作嘅繼續。咁但係突然間07年天上面跌一個人喺台灣話我台灣開演唱會。嚇？你冇嘢啊？因為我唔知道原來呢幾年嚟台灣人用咗個售票演唱會嘅一個風潮。以前冇㗎嘛，以前即係唱片賣得好，咁啊大家去漁人碼頭，即係台灣一個都有個漁人碼頭咁啊，放幾間煙花咁開個演唱會，畫首歌咁啊話演唱會咁啊搭點集 band 咁啊，大家等我飛。係咪因為小巨蛋嗰啲啊？係啊，我諗有啲小巨蛋啦，同埋唔知點解就開始有咗呢啲，有幾位蔡琴啊、費玉清嗰啲咁樣嘅前輩級歌手帶起咗呢個售票演唱會嘅風潮。費玉清嚟㗎喎，我送你離開。佢唱周杰倫嗰段，佢扮過，因為都係聽到佢幾。